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8。箴言16章8節安尼講：濟濟錢也不義，毋達到少少錢，閣有公義。人的心計劃伊的路，獨獨耶和華定着伊的腳步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阮着追求公義，就要定着阮的腳步的天邊。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全然信實公義的上帝，你是全能甲榮耀的君王，你的寶座建立在公義甲公平之上，你的所行一真完全，你的所講句句真實可信。主啊，萬國攏要拍落敬拜你，萬民攏要稱頌你的聖名，全尊貴、榮耀、權能，攏歸佇你，直到永永遠遠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明白，真正的富足，毋是有偌濟財富，乃是佇你面前存着正直、公義、甲敬畏的心。主啊，世上的財富攏會過去，人的榮華將要敗壞，獨獨敬畏你、尊嘆你旨意的人，要得你永遠的眷顧甲保護，因為人所計劃的，只有你會通成就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